Jesus, it's heaven on earth. Cause wherever you are is freedom. I can feel it breaking out. Walls are coming down right now. Jesus, oh, this is heaven on earth. Wherever you are is freedom. Oh, I can feel it breaking out. Walls are coming down right now. Jesus, oh, this is heaven on earth. Yeah. Through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ings, 'cause it's you who gives me strength. O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hrough you, blind eyes are open. Strongholds are broken. Oh, I am living b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see. I'm not gonna live by what I feel. 'Cause deep down I know that you're here with me. I know that you can do anything. Through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ings, because it's you who gives me strength. O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hrough you, blind eyes are open. Strongholds are broken. Yeah. Oh, I am living by faith. Oh, and nothing is impossible. Woo! Sing, I believe it.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oh, I believe, I believe. All right.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Yeah, yeah, yeah. I believe in you. Through you, I can do anything. I can do all things, 'cause it's you who gives me strength. Oh, nothing is impossible. Through you, blind eyes are open. Oh, strongholds are broken. Oh, I am living by faith. Nothing is impossible, 'caus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 believe in you. As the daylight breaks, you're lighting up my way. My soul awakes to give you all the praise. Oh, I will trust in you. I will keep praising you through the night. I put my hope in you. You are the one who gives me life. You are the way. Jesus, you're the only way. Doesn't matter what they say to me, I believe in you. And so I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平安，敬拜前，我们一起向神呼喊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神的恩典够我用。”我记得6月9号星期三之前也下了很多的雨，但在6月9号祷告会的当天，白天太阳就出来了。之前所洗的衣服很多都晒干了，当天所穿的衣服
都有神恩典的味道。所以今天也是，我要说，今天是神的日子，是神喜悦的日子，是神赐恩典的日子。让我们一起再宣告的来说：神的恩典够我用，神的恩典够我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亲爱的耶稣，亲爱的圣灵，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真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我们渴慕在今天祷告会要再一次被主的爱来触摸。主啊，不管我们有疾病的、有忧伤的、有痛苦的，在今天祷告会完全要得着释放。因为主啊，你告诉我，凡劳苦重担的人来到主你面前，都要得着那清神。主啊，我们再次渴慕你，渴慕你再次用你的爱来触摸我们。主啊，再一次将我们祷告会从头到末了都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主你再次用笑脸迎接我们，帮助我们，也恳求圣灵运行在我们祷告会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心思意念都能够完全向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阿们。摩西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当中，经历了10个灾害，又经过了红海，到了旷野。摩西对耶和华歌颂，这样子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耶和华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更要尊崇他。上帝赐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他的名是配得我们一切赞美的。让我们赞美他的名，如同泉水一样，永流不止停。阿们吗？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我们，当这些进入他的园，当赞美进入他的园，举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赞美他，让赞美中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中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神的爱真的很多很多，我们有这个福分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好不好？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刻，我们再次敞开心，大声来赞美我们的神，再次来宣告说：主啊，你是那得胜要得胜的主啊！阿们。在这美丽的时刻，我们相聚在一起，神的爱拥抱着我们，神的灵充满着你，当这些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园，击鼓跳舞扬声欢呼，凡有气息都要一起来赞美他，赞美中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一起来赞美他，让赞美中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赞美从四处响起，让音符在空中飞舞，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我们再次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让我
心向神敞开。让我们再次将我们心完全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恳求你再次来悦纳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是属耶稣的，阿们吗？因为我有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做遮盖，我就能胜过这世界一切的污秽。让我们带着信心宣告说：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属耶稣的。阿们。我能胜过这世界，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是相信我必能得胜。我们再从头来一次。我能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耶稣在我心。有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是相信我必能得胜。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带着信心，大声向主宣告：我是属耶稣的，阿们吗？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胜过一切魔鬼撒旦寂寞，阿们吗？不管你在家里面是一个，还是两个，还是三个，我们都将手放在我手心上，说：耶稣，我爱你。胜过这世界，因有耶稣在我心。黑暗全是已破碎，因耶稣基督宝血。若有我主耶稣来帮助，还有谁能抵挡我？我心相信，我必能得胜。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加倍，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我们再次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加倍，为主发光，照亮黑暗。我们再次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高举主的圣经旗，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你是万王之王，哈利路亚！兴起主大能加倍，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愿我们再次为主发光，为主发光，照亮黑暗的世界。主啊，你的名是配得的，主啊，你的名是配得我们所有一切的颂赞。主啊，你的名是配得所高举的。
万人都要到你面前匍匐来敬拜你。主啊，你是主，你是台湾的主，你是世界的主。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的拯救，谢谢你的帮助再次临到我们，让我们在这世界上不怕魔鬼一切的诱惑，因为主，我们确信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因为你拣选了我们，你的宝血再一次遮盖那所有的污秽，让我们再一次过着那得胜又得胜的生活。阿们。主啊，阿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3级警戒到现在，你们知道我们大概多久没有实体聚会了？大概多久没有早晨的礼拜了？我算一算，应该有86天了。在这86天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祷告，流泪迫切的祷告，上帝都知道，上帝都同在。如果今天没有牧者们、长子们和弟兄姐妹们的同心合意祷告，今天我们就不能站在上帝的面前领受上帝的恩典，不是吗？是。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感谢上帝赐给我们教会有这么好的牧者，求上帝再次保守我们的陈牧师、潘牧师、欧牧师，还有何牧师，让他们身体一切都要健壮，也保守牧师的家人们一切都要平安，也要为了我们办公室的同工们，感谢他们在这80多天来的日子里面，为我们付出的这么多的一切，能够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圣殿里面，享受这么好的一切的设备。我们一起开口来感谢，开口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么爱我。主啊，让我能够在幼长教会里面成长。主啊，感谢你。主啊，感谢你看赐福我们教会有陈牧师、潘牧师、欧牧师以及何牧师，这么棒的牧者团队们。主啊，都是你赏赐给我们的，祝福着我们。主啊，也恳求你再一次保守这些牧师们，每一天的身体都要健壮，还有他们的家人们，你身体以及心灵们，一切都要得着那平安。主啊，我们渴慕再一次来与他同在。主啊，谢谢你能够带领我们教会的牧者、同工、长子、办公室的姐妹们，让他们能够牺牲他们自己。主啊，当这个疫情来时候，主啊，我们在家里面，可是他们在办公室里面，主啊，做了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工作。主啊，他们就是要预备我们再次来到主你面前，来圣殿里面要再次与你相聚的时刻。主啊，你也保守他们，让他们每一天都有够用的智慧、好的思绪以及健康的身体，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得着主你的名要被高举的日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你再次来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每一个人，将我们牧师、将我们办公室同工仰望交托在主你手里，恳求你主你再一次来掌权赐福。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阿们。站在破口求，为这时代呼救，流泪如河，清醒如雪，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灵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愿你兴起祷告的大曲，按着你心意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国度降临。
为这时代呼求，流泪如河，清醒如水，祈求不疲倦。我们的呼求要震动这时代，靠着神力祷告的火来焚烧我们。再次将手举起来，主啊，求你再次兴起我们。主啊，我要成为了祷告的大军。你心语举手代求，站在你的应许中，宣告你。我再次向神求，我要成为祷告大军。守望的大军，带信息将你抵挡仇敌，用你的话语征战，宣告你国度降临。弟兄姐妹们，我知道你们还有很多的祷告没有向神说，还有很多祷告没有向神求。就在这个时刻，不管你用方言、用悟性、用灵歌，我们再次来向神开口，向神来祷告，向神来倾出我们的心意。弟兄姐妹们，我们就开口来向神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感谢赞美你，主啊，你那是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真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时时刻刻都有同在帮助我们，主啊，不管我们向你求什么，向你祷告什么，主啊，你都会全听我们祷告，你要将那最好的赏赐给我们，主啊，我们都是何等有福啊！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次来与我们同在，也再次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主谢谢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看见很多弟兄们他流泪的祷告，迫切的祷告，主啊，他就是为了很多人，主啊，为了家庭，为了工作，为了家人，为了子女关系，为了经济关系，主啊，都恳求你再次来悦纳，再次来垂听他们的祷告，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你告诉我，主啊，你是赐福的神，你不是降灾难的神，主啊，我们将每一个弟兄姐妹将那祷告都再次交托在主你手里，主啊，我们的兵器就是能够祷告，才能够战胜一切。主啊，你教导我们的，主啊，我们要透过祷告，再次来抵挡那一切世界的毁坏。主再次来帮助我们，主啊，再次来帮助我们，悦纳我们。主啊，你再次来与我们同在，主啊，再次来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大声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彻夜夜晚，彻夜祷告，向你求，夜里弥息。大声呼求，永不放弃，彻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意释放这时。我们再次大声呼求。求永不放弃，清澈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夜里弥息。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澈夜晚，彻夜守望，向你心。我们最后一次大声的呼求，大声呼求，永不放弃，清澈夜晚，彻夜守望，向你求，夜里弥息。不要放弃祷告。大声呼求，永不放弃，彻夜晚，彻夜守望，将你心放在这时代。
降临。主啊，谢谢你，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主啊，你的话再次来这样告诉我，主啊，在天上得释放的，在地上也要得着释放；在天上被捆绑的，在地下要得着那捆绑的。主啊，你的宣告，你的信心，你的带领，你的宝血，让我再一次能够经历到你是那得胜的主。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与赞美，再次将我们交托在主你手中。恳求主你再次来迎接我们，用笑脸来迎接我们，帮助我们。孩子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得胜名求，阿们。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敬拜的同工哈，我们拍手感谢他，感谢主哈，哈利路亚。各位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今天晚上我们还是在线上哈。那我们真的很渴望能够有实体的祷告会但是我们要祷告我们教会已经有提出申请，但是我们真的要为此祷告。我们每样事情都是来到主面前，我们向他祷告，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也为我们盼望在8月14号，就是礼拜六，从我们的青年崇拜开始，我们能够每场礼拜能够恢复那实体跟线上并行的这样的聚会无论是礼拜六主日，或是我们周三的祷告会好不好？我们为这个情，我们现在真的我们称为祷告的大军，我们为此祷告，我们一起开口祷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你说我们是祷告的大军。主啊，你呼召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祷告的勇士。主啊，各样的事情我们就是祷告来到你面前。主啊，你说我们两人同心合意的祷告，你就必成全。主啊，当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来到你圣宝座前，主啊，我们向你呼求。主啊，你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应许我们，在地上捆绑了，天上要捆绑他；在地上释放了，天上要释放他。主啊，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从这个礼拜六开始，主啊，我们能够恢复实体在100人以下的聚会。主啊，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没有你的帮助，有时候我们很多事情不能成就，但是我们相信你，你是掌权者，一切在你的手中。我们要交托给你，我们要宣告主掌权。主啊，求你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教会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恢复实体。我们等候许久，我们已经将近3个月没有实体。主啊，求你把这样的恩典赐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相信你垂听众弟兄姊妹的祷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今天牧师要跟我们分享，就是我们现在在疫情下，我们教会受到的冲击，那我们怎么去理解，我们也怎么样去回应，这个关乎我们在疫情后我们的教会如何。那我们今天也盼望这样的信息能够一起来祷告重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读一段经文约翰福音第4章19到24节请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来，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
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好，感谢主，让上帝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中。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冲击，其实整个世界真的是愁云惨雾。我们在台湾真的疫情也是很大的冲击影响，但是我们仍然感谢主至少在台湾我们是最微小的冲击是算是最小的。我们虽然受到这个冲击很多负面的，但是其实上帝允许他的领导也是有很多是正面的至少我们看到整个大自然可以稍稍的喘息一下稍微休喘一下我们就知道说整个大自然的反扑。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世界的气候的变迁很可怕。那我们盼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疫情，可能让我们让这个地球的温度不一直冲上去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很多事情的发生有时候看起来是不好的，但是也是有好的结果看我们怎么样去面对，怎样去诠释怎么样去因应我们虽然疫情可能带来真的各行各业都萧条，但是我们都说台湾现在经济，我们就感谢主台湾其实在世界许多国家我们的经济的状况在这疫情当中是最好的最近都是看到这个财新月刊的谢金河所分析的，我们就知道台湾真的是要非常感谢主最近你都看那个消息就可以看到说，这个联发科他们最近要分红100亿，因为他们上半年的营业额超过去年整年的这个是不可思议所以疫情不一定都是不好，我们也是纵然是做生意，我就知道那个在天下杂志报道的有好多，但是我知道的一个是那个嘉义的是林聪明的砂锅鱼头吧他生意好得不得了他反正赚钱所以我们受到冲击，我们去解释，我们去回应这个情况，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那今天牧师读的这段经文其实就讲敬拜其实就是礼拜。其实我们第一冲击到的就是我们的礼拜。我们从那个应该是6月9号开始我们就都要直播在线上聚会整个台湾都没有实体礼拜。那这个礼拜就是产生很大的冲击变化从这个礼拜堂就要移到客厅了从实体就变成这个网络了所以这样一个礼拜可能对我们信仰上有一些冲击。我们敬拜应该是到圣殿是实体的礼拜，怎么会在线上在客厅呢？我在客厅大家不可能像在礼拜堂那种可能就是礼拜比较专注，而且大家来教会都穿得很整齐漂漂亮亮的，可能你在家不是这样那这个刚才在读了这个经文其实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当中就觉得这个妇人她在讲说，我知道你是先知但是我们的祖先他是撒玛利亚人。我们原来敬拜的地方是在基利新山，在这山上但是你说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锡安山你看
他是认为在那里，他在那里。但耶稣面对这妇人这个问题，耶稣怎么样回答他？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使我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各位，我们知道这个对这个妇人是一个冲击过去是如此，但现在如此那其实我们也遇到一个冲击。过去可能在圣殿遇到这个疫情，变成在客厅；过去是实体，现在是在线上，在网络但是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一个很比较重要的，到底我们礼拜是什么？我们就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这个冲击反而是考验我们。我们今天在圣殿好像非常的敬虔，难道我们今天在客厅我们就不敬虔了吗？我们还是不是就是重点不是什么地方，不是什么方式，乃是心灵和诚实的敬拜。各位，我们要学习的这个一个很重要，我们这个冲击。第二个冲击就是像探访现在因为疫情嘛，我们要去探访像医院很多都是不准探访，你现在去探访还要核酸检测那是要花钱又不舒服所以除了家属逼不得已，那就要这样做那其他就是回到家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我们他回来了，我们去探视他那这个探访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就是有很多的限制我们可能要实体探访，有时候也不方便。那过去可能为人按手祷告，现在当然不能按手祷告。但是到底我们这个探访祷告也是一个冲击。但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其实你都是读路加福音第7章在记载这个罗马百夫长的故事。他的仆人生病了所以犹太人认为他很棒，所以就告诉他耶稣他会医治人去请耶稣来但是这个罗马百夫长是一个真的非常谦卑他尊重主耶稣，他觉得我为了我一个仆人，我要劳烦他但是我们读这个圣经是最重要看到的是他的信心所以在这世上有谁像他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他就说：“主不用劳烦你来，只要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了。”那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其实我们对这个无论是探访是祷告，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其实今天牧师实体去探访你很好，为你按手很好，但是倘若我们有信心，纵然是在电话上面，在手机上面，只要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我相信，当然实体为你按手可能会增加你这个祷告的信心，因为祷告最重要就是信心。今天我们要关怀人就是有时在疫情当中不能如此，但是我们应该要了解，好像这个百夫长就是我们一个最佳的榜样感谢主。好，我们这个疫情有冲击到我们教会什么？比如说我们现在不能实体聚会，我们有办法洗礼吗？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希望恢复实体。我们8月29号希望能够有圣餐有洗礼，没有实体就很难进行，当然也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可以参加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冲击。今天教会要如何应应我们都是在那个网络在传的人家传过来了，我看得很好笑。有一个那个天主教的神父在为一个小 baby 洗礼，有用那个什么洗礼的水枪这个真的很厉害可以有洗礼的水枪，很酷很酷。但是我们的
传统可以接受这样吗？哈，那有的有在线上，那在客厅也是拨饼，但是我们应该是要长老端着这个圣餐饼圣餐杯给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拨饼一个仪式。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实施呢？其实可能我们要有一些创意的调整。我们要知道，今天洗礼就是一个人要归入主的名下，他要真正的愿意真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上帝成为他的天父，圣灵成为他的保惠师，这个是他的信仰。什么方式？我相信，只要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信仰、真心的告白，我觉得他是有果效的。我们也可以讲说，这个圣餐其实就是在圣餐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在纪念我们主耶稣为我们的牺牲，我们能够分享他的身体，我们跟他连结。所以，可能我们今天的教会真的是面对很多的冲击，我们的圣礼点，可能信仰与教制在总会很多都是要调整。这次我参加中委会，我本来说我们教会9月要长职改选，现在没有实体怎么选？依照法规，应该我们9月份就是要选举了，但是现在疫情可能要延后，我是要报别中会呢，或怎么样？但我开会的时候说教会的法规委员会已经做出解释已经新闻给中会，可能我们教会很快也会接到，我们就有一个依循所以面对的疫情后疫情时代，我们的教会可能很多都是要有很多的改变调整那第4个冲击到的是一个像跨文化的宣教。过去要去宣教，因为我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我们今天可能是要跨文化。那过去就是派宣教师感谢主，我们教会准备要派一个宣教师到土耳其支持，但是没办法，他现在是卡关卡住了盼望明年能不能去所以这个就是疫情带来很大的一个冲击但是我们现在可以讲说，我们今天要跨文化宣教，一定要派人去吗？可能有更多方式。感谢上帝，现在我们可以看见整个世界真的很大的冲击，很大的改变，但是神也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新媒体，好像这个祖克伯，这个脸书的创办人他脸书就是要怎么样，让整个世界开放，我们可以连结，我们可以分享。其实真正是带给人类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工具，可能倘若我们今天在这里祷告会，坦白说，我们放上这个 YouTube 其实倘若我们知道连结的人，可能从世界各地他都可以看到我。倘若我的要传讲的信息他听得懂，或者他传讲的信息是他很有领受感动的，哪里都可以上来。早上我们高雄牧者联合的聚会，感谢主因为我们有请福济教会杨希林牧师分享。我们很多有的是从美国、从加拿大、从芬兰我们知道这个信息的牧者都可以上到这个论里面可以参加。所以今天我们就受到一个很大的冲击我们要跨文化宣教，可能有很多的模式好，第5个我们真的会冲击到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今天的教会观教会观。那我们过去礼拜大概都是年轻人礼拜六晚上大人就是礼拜天，我们教会是有3场礼拜包括敬拜中心，大家大概都在这个时间。那我们有8点的，有10点的，大部分都是10点左右的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实体礼拜，大家在家里面今天可能我们的这个线上的礼拜、直播的礼拜
你觉得听了感觉上听了没什么不想听了其实我随便一转，我就可以找其他的。其实今天的一个在线上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那对整个教会长期的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非常大的除非我们的牧师真的很厉害，以后都是要成为网红，很厉害哇，很多的这个就是，那这个可能以后整个教会有受到很大的一个牧师也很大的一个挑战威胁像陈牧师，我觉得哇，我这个时代已经要过去了，这个不行了，因为现在这个时代要一个新的时代所以我们就是要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但是也可以值得我们去想的，到底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在这里敬拜，只有听讲道的地方吗？显然教会也不只是如此，教会有信徒的相通，我们有团契所以好像我们只是好像看得见的、听得见的，其实我们人的相处其实不止这些。像我最近我现在有年纪了，有年纪的人这个身体都是不好的时候，身体都有一种味道了我的小孙子说：“阿公，你到你车上有一个味道人有味觉人有触觉人有嗅觉今天我们人相处是超越，只有用听用看，不只是这样。其实人的关系不止如此我们教会是一个团契，我们有没有归属感？我们有没有委身在这里？我们一个家也不只是好像我们都住在这里就是家，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他说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反复公用，卖了田产衣裳，他们把息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同心合意的在殿中擘饼他们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上帝，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加添给他们。各位，这个就是一个初代的教会。今天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存在的就是大概是如此。我们不仅有圣天的敬拜，我们有圣徒的赞美，我们有彼此请安的这种互动，我们有擘饼领圣餐，我们也要有宣教，我们可以做好的见证，得众民的喜悦，主才会把得救的人加添给我们。所以今天的教会也不只是说只靠在一些线上，这不是如此教会观会受到冲击，但是我们仍然要回到在圣经里面的教会，才不至于教会因为好像因为这个时代的缘故，变成教会也不像教会感谢主这个是我们可能面临的不是这样的一个挑战了像我们要奉献，现在没有实体怎么奉献？那我们就是要去调整。我们可以在线上奉献，我们可以这个用很多方式来做我们要做的各位，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在疫情下的教会。那我们面对这个疫情，可能大家想，怎么会这个疫情发生在我们当中呢？那整个世界现在就是要以病毒共舞。这个阿尔法病毒之后有 Delta 之后，现在人家在秘鲁有什么病毒？可能病毒还会再变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是没有办法避免，我们要面对，我们要与它共处，我们需要有疫苗。所以有人讲说，我们可能流感化之后，可能不只是1年打1次。倘若这个病毒在变，可能你要打2次。现在世界有要打第3剂的，所以倘若我们国家没有病毒，大家都在抢，没有疫苗，大家都在抢疫苗，我们会如何？可能没有疫苗的国家真的很惨，很惨。所以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主怜悯，让我们有好的疫苗。不仅是去买了，倘若国家能够生产好的疫苗。以后让我们有信心，我们不仅可以救自己，也可以救别人。这个是我们都是要祷告的。我相信神都帮助我们，我们必定能那很多人对这个疫情可能很多的解释跟
反应。各位，第一个可能有人说，我们今天会遭遇这个瘟疫，病毒好像瘟疫一样很厉害，就是因为犯罪，因为犯罪。在申命记28章58到59节，可能 PPT 有可以打出来吗？他说这书上所写立法的一切话，是叫你敬畏耶和华你上帝可荣可畏的名。你若不谨守遵行，耶和华就必将其灾，就是自大自强的灾，自重自久的病加在你的后裔身上。因为犯罪所以我们会遭到这样的一个灾祸。问题是到底是谁犯罪，犯什么罪？倘若不是，那我们为什么会遭遇这样呢？面对这个 COVID-19， 坦白说，不会说哪一个人，不分哪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一视同仁，都可能会染疫，信的人不信的人都会染疫。所以我们都用这样说，因为犯罪这么简单，应该是很难去说服人。的确我们有罪，我们要常常认罪，但是我们不要这么简单说因为犯罪。这个是我们有人的回应，可能也太简单。第二个，有人说哇，这个疫情来真的是整个世界好像世界末日世界末日。我们都读启示录启示录我们那个经文可以打出来说揭开第4印的时候，我听见第4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阴府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1/4的人。这一次我们已经超过2亿人染疫，我们整个世界真的死了好多人好多人。那可能启示录讲了，有的就是说这个好像实现了这个一般的白马是比较是政治方面的那红马是战乱，那黑马是饥荒，灰马象征死亡。早上我们在读撒迦利亚说红马是战争，那黑马是死亡，那白马就是和平胜利，或者说斑点的马，这是饥荒疾病。这个都象征解释都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像世界末日这个世纪是在攻击人类那这个可以跟那个 COVID-19 画上等号吗？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们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末日要到？主耶稣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了。”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就这样画上等号，这样揣测，这样对我们不健康也不好这个第3个，有人讲说这个疫情就是因为有人破坏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在审判他们那个以赛亚书37章36到38节说：“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万5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西拿基立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色用刀杀了他，他就逃到亚拉列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这个西拿基立当然很嚣张，他们去攻击以色列征服这个以色列，但是这个先知讲上帝就是要审判他，所以他死了那这样的一个解释之前在美国有一个牧师叫做 Rick Wise 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他。他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些同志同性恋者来逼迫这个神的教会，逼迫牧师，在美国可能的确是如此所以上帝要审判他们但是这种说法马上就不成立。我们知道我们是认同说同性恋很好，但是上帝也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要审判他们，结果我们也被审判了。那得到这个染疫人怎么办这个 Rick Wiles 他自己也染疫了，他全家都染疫，住进那个加护病房那要请人家为他祷告，所以这个
不是很健康的一个解释哈。好，那么第4种就是这样的疫情，其实超越人类理性可以理解的苦难。我觉得这个很不错，好像约伯他遇到了苦难，他真的不明白，他朋友给他说了一大堆一大堆也没有用，都是废话后来这个约伯他真的到上帝出现，用大自然的奥秘问他，哑口无言的时候，他才知道说，哇，上帝的旨意真的是非常深奥他的旨意也不能拦阻。真的是我用无知的言语怎么能够去了解说好像神是怎么样呢？我说的真的是也是废话所以我所说的我也是不明白，这事真的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苦难，你不知道，不解释是更好的解释。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不解的东西，不说比说更好。所以虽然他的朋友雄辩滔滔，但是无济于事这个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面对这个疫情，就是让我们真的知道说，神，我不知道你的意思是如何，但是我知道你的旨意最美好，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相信你有美好的带领。好，第5个解释跟回应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在罗马书使徒保罗他说，圣灵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这个是一个很棒的，理性无法理解，我们言语无法诉说。面对这个事情，我们面对一些染疫者受苦者，我们能够做什么？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他祷告，我们可以跟他同声一哭，同理共情，体会他的感受，感受他的痛苦。其实其他我们可能也不能做什么，也不能做什么。倘若我们回应是错的，可能是增加这些受苦者的痛苦这个是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认识要明白的。最后一个，我们真的要借着我们可以去服侍那需要的人，那软弱的人，让神的荣耀彰显在约翰福音第9章2到4节这一段非常好门徒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上帝的作为来，显出上帝的作为来。当我们能够去接纳这些软弱的人、需要的人，我们会看见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彰显。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把福音传给他。所以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所以重点是我们要能够去理解他，去安慰他，去陪伴他，去扶持他，为他祷告，甚至让他认识神。各位，我们要常常问说，好像主耶稣碰到这个瞎眼的到底你要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我可以为你做什么？所以结论来说，我们在疫情下的教会，我们很多的冲击，我们教会很多在信仰与教制上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但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对苦难的认识要有更深刻。我们不要好像一些比较不按照圣经可能偏差的这样的解释，这样的回应，对我们的信仰是危险的，对我们的生活是危险的。我们对疫情的认识不够，有时候是危险的。现在网络一大堆，小心我们不要把很多东西过度的属灵化，以至于我们可能也是错误的回应以至于像在美国，虽然疫苗一大堆，但是一些因为信仰的缘故不打疫苗打不出去，
台湾是缺乏疫苗，要打没得打。我们看到这个人类，因为你的信仰的认知、你的解释、你的回应，你带来的是不一样的。盼望我们能够真的知道，真的上帝看到我们的苦难，圣灵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忽视那些软弱的。我们真正知道很多东西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很美好，我们能够勇敢的面对前面。真的人是的确会犯罪，所以我们读创世纪说耶和华见人的罪恶甚大心里面就很忧伤。所以我们应该要为这世代的罪我们要忧伤。耶稣也为拉撒路哭过。那我们要知道万物都在他的辖制当中，败坏的辖制让他们渴望能够得到释放。今天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可能我们就是要祷告有一个圣经的学者说我们要感觉悲痛，与人同哀哭。可能这个时候就是这样。今天我们都是去读耶利米哀歌，可能很多人也会得到很大的一个帮助所以我要说，我们过去台湾，我们从 can help， 我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感谢主，能够有口罩国家队，能够把这个口罩分享给别人，很多人得到帮助。后来现在我们有疫情了是吧？我们 need help， 我们就需要帮助了。感谢主，我们从日本、从美国、从这个捷克，我们从立陶宛，还有什么地方？就这个把这个疫苗就送过来但是我们真的就是要到一个 mutual help， 我们要互助我们今天我们帮助别人，别人帮助我们我相信我们在教会，感谢主，我们教会看到整个高雄的教会，我们也帮助高峰盟去帮助需要帮助的牧师，我们也去帮助在万华疫情严重的地方，那里的教会可以去帮助，我们是去帮助的。但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帮助。我们在台湾最明显看到了有一个李若瑟神父，对不对？大家都这个消息也是那时候在台湾都报道很多。他一生埋在台湾，贡献给台湾，所以台湾人有没有感念在心？我们知道奥运那个金牌的那个郭幸存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常常闹着这个颈子倘若没有罗东医院的帮助，他可能没有办法活下去。他是被救了，所以幸存还好活下来了。所以他有感恩，他就要得到奖牌得到奖金，他就送那个救护车要给他们。但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就送到澎湖。我们看到宣教是他们的贡献。所以当意大利他说哇惨了，我们意大利染疫这么可怕，就是医疗是崩溃了，我们需要医疗物资。他一发动2天，台湾人奉献了1亿2千万。他说不用了，够了因为主要是要有医疗物资送过去。当我们给人，就有给我们的；我们帮助人，我们就会得到帮助。牧师最后要分享一个在意大利的医师，叫Julian Urban。这个医生他原来是无神论者，他38岁，他因为是病奴的一个专家，所以他被派到大型医院第一线在守护。真的，他看到哇，这疫情好可怕，从10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哇，不断的涌入。他后来说，他承认我真的医生也没有办法了，我已经好像不是医生，我是什么？我是专门在这个人要把他怎么安排回家去等死的一个调度员。多么凄惨，多么绝望，很多人在那边绝望。刚好那时候医院有一个75岁的老牧师，因为呼吸困难进入这个医院。虽然他呼吸困难，他
需要被救治，他不是染疫的，但是他带着圣经，所以他就在那边读圣经、念圣经，他这边祷告，为人祷告。哇，原来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他爸爸去教堂真的是 stupid 的，好像笑他高公对了哈。但是在他无助，他精疲力尽，他没有办法做什么。他真的看到这个场面，他真的是不知道日子怎么下去。但是没有想到，他听到这个老牧师念的圣经，他做的祷告，他带给很多人的帮助。圣灵工作在他身上，他知道说，真的有一位神可以帮助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神的话祷告，带给人希望，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平安，可以回到神的家。哇，他得到很大的平安。后来这个医生他就信了主。各位弟兄姊妹，我说这个见证就是今天我们面对这个疫情，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确受到冲击，但是我们应该用信仰，美好的信仰去解释、去回应，而且我们能用我们的行动，真的我们能够从我们能帮助、需要帮助，但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我相信神必定有美意，好不好？我们这个时候要请我们的敬拜同工，我们要来敬拜，要来祷告，感谢主。我们要唱来到主前，盼望我们的教会我们从头来一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神灵火要点燃复兴火，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手拣选被赎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主的教会，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神的火要点燃复兴火。我们一起说，我们是君主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最受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是君。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在这地，在这地发光宣扬主。感谢主，我们在基督的磐石上，我们是教会，我们要在这地发光来宣扬主。各位弟兄姊妹，面对疫情，我们不是说只是罪，只是审判，只是世界末日。我们要想到神有他的美意，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怎样能够作为他的器皿，让我们能够将主的爱分享出去，好不好？我们真的为这个疫情祷告，为我们教会祷告，让我们教会在这世代能够为主发光，来宣扬主的圣名，来高举神的圣名，来神的荣耀能够被彰显出来，让更多在黑暗中的，在痛苦当中的，能够得到他的救恩。好，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虽然在疫情之中，主啊，我们知道必定有你的美意，必定有你的美意。主啊，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在痛苦之中。主啊，我们虽然在罪中，但是仍然，主啊，你来就是要救赎我们。主啊，我们是被主的主民，我们要成为你的器皿，我们要被差遣，我们要成为主啊你爱的出口。主啊，因着我们的服侍，因为我们的爱的陪伴，主啊，因着你福音的大能，主啊，让更多人，让能够认识你。主啊，让我们真的教会是有生命的。主啊，我们不只是一个好像只有一个礼拜，好像一个形式。主啊，但是我们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是灵宫，我们是有生命的，我们要活出的样式，我们要真的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主啊，你帮助我们，你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同工把我们要带到的事项也打出来。我们希望能够这个疫情能够获得控制，我们能够疫苗充足。最近里面好以很多的灾情，求主帮助能够复原。再下去，我们为了我们邻近的国家，可能很多地方很多严重，但是我们至少在亚洲，我们知道了，我们能够为他们祷告。再来，我们刚才有为这个祷告了哈。最后，我们有一些软弱的肢体，我们软弱的肢体请打出来，软弱的肢体啊，很多我们需要再祷了特别我们都从后面看林瑞如姐妹哈，她要手术我们也要为她祷告。我们为美春姐今天已经手术顺利，我们继续为她祷告。那我们可以为许多我们所知道的肢体我们为他们祷告。好，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同声开口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让我们能够真实在这个疫情中。主啊，我们虽然面对很多的一个冲击，主啊，我们感谢你的保守，让台湾能够有充足的疫苗，让台湾的疫情获得控制，让台湾能够疫情快快的止住。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看见已经从很多人染疫越来越少，我们盼望能够清零。主啊，来帮助我们。亲爱的主，我们也为了我们遇到了因为台风带来的自然气流，很多的雨水带来很多农作物的损失，很多道路的损坏、桥梁的损坏，很多的土石流，很多家庭受到冲击。主啊，你怜悯能够得到福音。主啊，我们恳求你怜悯帮助。我们知道在亚洲许多的国家，无论是在印尼、在马来西亚、在泰国、在越南，主啊，在日本、在韩国，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求你施恩，让他们能够得着控制，得着控制。主啊，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许多的人的自己，主啊，我们特别为美存主啊，感谢让手术都能够顺利，能够得到恩典，快快的恢复。我们许多包括瑞如要手术，求你都与他同在，你的手与他同在。主啊，你超自然的大能运行在他们身上，主啊，他们经历到你超自然的意志领导他们，主啊，与我们同在。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的教会真实能够成为灵宫，有生命的共同体，能够有你的爱，能够有你的平安，而且有主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可以做的，主啊，微小的我们也能够让神的荣耀彰显在许多人身上。愿你赐我们，愿你赐我们，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教会能够快快恢复实体的聚会，让我们一切的运作能够恢复正常。主啊，赐福弟兄姊妹，各行各业都能够恢复正常，让我们每个家庭都得到保守，
让我们每一个人灵问题都兴盛，我们都能够做神荣耀的器皿，在这时代能够为主发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拍掌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姊妹，请我们能够每天继续为我们能够恢复实体顺利，真的献上祷告。愿神与你同在，赐福给你。阿门。阿门。 나보다 나를 잘 아시는 주님 내가 주를 떠나 어디로 가겠나이까 나 어딜 가든지 주의 손이 나를 인도하시며 주의 오른손이 나를 붙드시리다 나를 창세전부터 계획하시고 지금까지 인도하시네 하나님이여 주의 생각이 어찌 그리 보배로우신지요 나의 생각보다 나의 뜻보다 더 크고 놀라우신 주님 하나님이여 나를 살피사 나의 마음을 다시오니 나를 영원한 길로 인도하소서 나보다 나를 잘 아시는 주님 내가 주를 떠나 어디로 가겠나이까 yeah. 나 어딜 가든지 주의 손이 나를 인도하시며 주의 오른손이 나를 붙드시리다 나를 창세전부터 계획하시고 지금까지 인도하시네 하나님이여 주의 생각이 어찌 그리 보배로우신지요 나의 생각보다 나의 뜻보다 더 크고 놀라우신 주님 하나님이여 나를 살피사 나의 마음을 다시오니 나를 영원한 길로 인도하소서 주의 생각이 어찌 그리 보배로우신지요 나의 생각보다 나의 뜻보다 더 크고 놀라우신 주님 하나님이여 나를 살피사 나의 마음을 다시오니 나를 영원한 길로 인도하소서 나보다 나를 잘 아시는 주님 내가 주를